众朋友到早，新年快乐！欢迎收看2026年1月初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全世界各地拢伫咧庆祝跨年，即届伫咧咱台北101放烟火是放360秒，因为伫咧淡水是提早伫8点的时阵，就来放1314秒的看河的烟火，有影是真精彩，带大家做回来看麦。3、2、1 ，Happy New Year！2005年倒大算，台北101放烟火，迎接2026年。今年烟火以咱的世代卷台湾做主题，有360秒的烟火分做5个段落，透过宽纵的烟火，甲展出真侪色彩的变化，互信义区呈现多样的风貌。烟火随着愉悦旋律奔放，这个段落的烟火会注意到穿插着闪耀点状特效，让现场情绪飙升到最高点。这是2026年的第1天。虽然有小可落雨，现场也是成20万人来看这一年一届的视觉烟火。今年台北101烟火主题 Spark 101是头一届用少烟的烟火，也佮有台湾稳形英雄主题光雕秀，真做是跨年暝的大惊喜。除了101放烟火以外，新北市政府举办闪示新北131跨河烟火，今年是第5档，特别选伫暗时8点26分，也就是20点26分来放，代表迎接2026年。1314秒的烟火，下过淡江大桥甲淡水河口，是出一生一世的话音，真做是全台湾烟火放上久，展出上界丰富的跨年烟火秀。南韩女团 A-Pink 伫跨年暝阿妹演出，成员也佮讲中文甲迷众互动，若奉上爱心，佮较接续唱出真侪条经典舞曲。桃园跨年晚会今年头一届刷起到桃园棒球场，现场声超过10万人次。伫棒球场的舞台视野，互现场气氛闹得滚滚。镜头来到南台湾，高雄跨年晚会今年传真大的惊喜。伫跨年倒大算进前，高雄市长陈其迈甲神秘嘉宾羽毛球真球后戴祖颖共同出现伫舞台顶，现场民众喊休声直直来。希望有机会跟小戴一起唱歌。小戴最拿手的歌是什么？我最拿手的歌，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怕我会唱的歌他不会唱，他会唱的歌我不会唱。金门一因真趣味，互现场笑嗨嗨。倒大算过了240秒，下湾跨年烟火伫高雄梦时代咧放，互高雄港更细细。也若东部的花莲，前歌王子李圣杰做阿妹的嘉宾，伊伫东大门广场唱真侪条经典的代表歌曲，有伊的歌声。花莲的跨年暝也伫烟火秀之下，互2025年有圆满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这届跨年是吸引到大约20万人，警方大动员伫咧戒备。因台北这运嘛是加强疏运统计，伫咧2点进前就已经完成散场。徛伫捷运出入口戒号，为着跨年活动的安全，警方动员超过3000警力，伫各捷运站周边戒备维安。那会不会觉得今年因为蛮多警力都进出，会不会觉得今年跨年比较安全还是？安全多了。台北跨年晚会活动结束了后，8节对12点半左右开始，有大群人要回去厝。就是看到蛮多人，然后都往捷运站挤这样。市政府站真做是上侪人的一级战区，为着避免发生下体意外，捷运站内捌暂停电楼梯的运作，民众必须要排队入去月台。迎接2026年，台北捷运启动42点钟无关门，放烟火了后实施3阶段人流的管制，而且开放热线南京三民站，也有小巨蛋站，互人会当免费坐车。今年跨年暝虽然有落雨，也是剩差不多20万人到场，比去年22万外人减一寡。佮加上大巨蛋蔡依林演唱会伫跨年进前就已经散场，台北捷运统计疏运伫半暝2点完成，全线运量差不多是292.7万人次。也比去年减2.5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迎接2026年，总统府拄则伫咧6点半左右，也来举行这元旦的升旗典礼。今年是以健康台湾、团结守护做主题，有真侪民众到场来参加。新一点，看那个警力部署的非常多，就是国家跟就是警官们都辛苦了啦，对啊，然后就是说，刚参加活动有比较安心吗？对啊，蛮安全的就是你大概身边一个人就4、5个被包围吧，对啊，就也谢谢他们这样子。
虽然今仔日这天气较寒，也阁有咧落雨，毋过去参加这升旗典礼的民众有关系袂少，因为这台北主遮发生过这随机攻击事件，现场的安检也阁有维安是拢真严格。这间是由国内4大医护工会成员，也阁有极地超级马拉松的选手陈彦博做伙来领唱国歌。另外，特别注意的是，除了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外，这届国民党也是让真侪党，搁再去到总统府来参加元旦的升旗典礼。这是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亲身来参加，也互人感觉讲，那像是咧表达善意。好，咱继续来看，讲伫咧8点半时阵，总统赖清德伫参加升旗典礼结束，也来发表新年的谈话，是以润盛之道、希望之光做主题，来回顾2025年伊所做的这施政的成果，也来感谢全民做伙团结来面对挑战，也来讲到，所落来2026年，总统府政府会继续甲人民来团结做伙加强国家的韧性。咱做伙来看上新的画面。各位国人同胞，我们没有时间等待，没有时间蹉跎，国家必须大步向前走，也绝不能走回头路。民主给我们彼此争辩，不同意彼此的权利，但倘若没有国家，这样的自由和权利都不存在。我是民选总统，肩负全民托付。我会竭尽一切保护国家，并且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我们不会因为政治僵局而裹足不前，相反的，我们会怀抱希望，积极行动。这是头拄只总统伫咧发表新年谈话上新的画面。咱继续换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北部是已经愈来愈寒，其他的地区阴暗开始嘛变冷。咱做伙来看温度。气象署今仔日在透早针对嘉南、新北、宜兰，也有台北山区来发布大雨的特报，因为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伫气温的部分，北部上悬就是16、17度，中部华东地区大约21至24度，因为南部是有25至26度，毋过愈暗来就愈寒。中部以北、宜兰会降到剩12度、14度，南部华东是15至17度，也包含着这1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拢有机会会落雪，有真侪人拢赶紧起来等雪。这波冷气团是爱等到礼拜时阵，温度才会小可啊回升。不过后礼拜一又有一波冷气团会落南，会寒到拜三。再来看讲，昨是2025年上尾一天，这台股封关是收伫咧28963点，这是创下历来收盘上悬的纪录。台积电收盘是升到1550块，市单来到40条。不过，就学者就咧提醒讲，这传统产业伫咧衰退，发展动起平，恐惊是维持到明年。2025年上尾一天，台股开始封关日的大表演，大盘开悬走悬，收盘28963点，起256点，收盘指数和封关指数两个拢创新高。来看今年台股加权指数对年初23000点左右起日落来，说落来4月经过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一天就大落2065点，3天大落3906点，创4月初9收盘上低点17391点。说落来，伫半导体正强的出口带动之下，一路加又转来，到徛起伫年尾上关点，今年大起5928点。我们可以讲说，今年的台股是非常旺的一年。虽然经过4月的这个关税，但是台湾还是挺过来的，代表我们的科技实力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台积电伫31嘛创天价，收盘1550块，起30块，市值起到40.19兆。台积公司嘛伫官网报喜事，公布日内面制定技术已经如期伫2025年第4季开始量产，业界进一步预估，上紧伫明年第3季开始会当贡献营收。大盘冲关，股民敢有感觉？根据全体上市公司的总市值，2025年到台票94兆3589亿，增加差不多20.46兆。若是以11月底台股投资人的开户数1371万人来算，股民平均大个人会当摕到149万。我不相信呢，除非是买那种台积电比较特别的股啊。大家平均起来应该是有差不多这个数字吧，就是有的人投的比较多，有的人就会赚的比较少，就是这样。
那在这么高的关税之下，那我们的那个传统产业他们的出口的状况，其实现在看起来都是相当的低迷，石化还有那个工具机、机械设备、金属五金这些都是。不过学者嘛提醒讲，虽然半导体出口是真旺，但是嘛袂当无看到传统产业衰弱的影响，厂商都算摕到订单，嘛因为关税、汇率等一堆因素唔敢生产，恐惊会影响一寡产业起嚟，其他的产业煞落落来畸形经济状况，而且可能延续到明年。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个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公司第8届董事会提名延前8一天，昨名单审查会议也干那通过4位董事甲4位干事，无达到法定的人数，在董事会有关系无法度组成。再来看《自由时报》，2015年北省乐园发生粉尘爆炸案，造成15个人死亡，要甲500个人受伤。最近这北省娱乐公司是已经和部分死者的家属，也阁有受伤的人来达成和解，要来提供赔偿金，拢总2670多万。落尾是《联合报》。教育部长陈英耀宣布，为着要来挽回教师的人才，导师加级要对3000块调悬到4000块，兼代课教师的钟点费嘛要增加20%，会对旧年2025年的这个9月初1开始算。国校啊，甲国中的导师费一个月3000块，已经13档无调整啊。高中受8档无调整，教育部31宣布，导师费对3000块提悬到4000块。我们都知道，导师是学生最亲近的守护者。我们透过加级调升，让这份辛劳获得应有的回应。提悬老师的待遇、兼任还有代课老师的钟点费，全部提升20%。国校对336块提悬到405块，国中对378块增加到455块，高中对420块起到505块。另外，校长甲兼行政的老师，依照学校的规模甲工课的分量，按工作表现评价，增加每个月1000块到2000块不等的行政工作奖金。这些钱拢会对114年9月初1开始算。50班以上的大校校长加2000，主任1500，那未达50班的就是1000，都外加。提悬老师的待遇，教育部嘛讲会来推动行政减量。对着这寡措施，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副理事长陈金城是真乐观。不过希望唔通干那是讲讲的尔。若全教总是认为提悬待遇大家已经等真久，这薪资应该得要制度化。毕竟目前学校经营真的是越来越困难啊，有些处主也真的不好找。所以如果能够针对这些给他额外的一些费用的支持我觉得这样也是一种提升啊。还有大幅调高学术研究加级、各项职务加级。那其他的一个导师费还有行政的部分，其实我们认为还是有一些不足啦。全教产讲，导师的职务加级也有真大的进步空间。教师的薪水待遇甲各种的加级，应该爱对不计指数逐年调整。教育部讲会继续来检讨。若这总经费差不多43亿。中央甲地方一边出一半，上紧115年元过半出款项。公司新闻林晓辉、沈志明台北报道。上北市区公车一个台北捷运对拜六，也就是1月初3开始，要全面开放，会当用这 QR code 来坐车，只要摕手机开这电子支付 App 内底坐车条码出来感应，就会当入站。扫描位置，上车就可以完成上车刷卡的动作。甲电子支付 App 内面的交通坐车码，对准感应的所在，就会当顺利扣到钱。明年1月初3开始，在上北坐公车嘛会当扫码上车落车。公运处提示讲，民众爱先登录电子支付的 App。目前公车会当感应的有5间支付业者，在登录了后爱开启坐车码的功能，确认口座内面还有钱。公车捷运转乘爱用同一间电子支付才有优惠。乘车码之后呢，不管是我们的公车验票机会发出这个上车下车的这个声响，那或者是台北捷运也会闸门就是会打开，那这个动作过了之后呢，就代表你已经完成了这个刷卡的一个扫码的一个动作。第讲一天，台北捷运除了电子支付开始运作，信用卡感应坐车，代表厂商嘛开始试办路卡进站的服务，进行为期6个月的上线使用测试。待测试完成后，预计115年7月。在全面开放国内外信用卡以及苹果手机绑定信用卡的免解锁黑屏过闸功能，方便度是提升蛮多的啦。因为
你像平常自己过来加值，你可能还要排队什么的，蛮方便的啊。可能有时候会忘记带悠游卡吧。台北捷运提醒讲，旅客照需求来选电子支付 App， 请支持电子支付的口座来扣钱。进站出站爱用同一个支付的口座，若是进站进前口座剩的钱是负担，是无法度进站坐车。嘛请旅客提前把手机啊 QR code 坐车尾开起来，而且适度调关手机啊荧幕的光度，来加紧通行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为着要来进行经济，有推出动资管，今麦运动部是宣布讲要来转型出运动币，扩大对象是到16岁以上者的国民拢会当使用，一分是500块，拍算要来发60万分，包含去运动场馆看比赛，也是买装备拢会当使用。鼓励16到22岁国民做运动、看比赛，体育署112年起，每年发每个人500块的青春动资券。不过114年的拄用金额大约是1亿8千万，无达到3亿目标。加上体育署升格运动部，以推展全民运动为目标。运动部宣布，青春动资券对115年起会转型成做运动币，扩大发放对象是16岁以上的国民。我们不是要去撒钱。我们是希望透过一点点政策的引导，让更多的人会因为这样小小的一个诱因来多做一些运动。希望更加侪民众参与各类的运动体验。运动部拍算发60万分，每分名额是500块的运动币。99年1月初进前出世的国民，拢用伫115年1月26到2月初8到动资网登记。第2月12日抽签，而且拄用范围更加申请开放，添装比这类别，每人上悬会使拄200块。也若使用期间是对3月7日到12月31日。会啊，还是会啊，因为它可以用的地方很多啊，所以还是会想要登记。运动中心的健身房也不错啊，一次50块可以，500块可以玩10次嘛。随机来访问民众，无论是毋是有运动习惯，拢讲有兴趣来登记抽签。运动部也说明，添装备会使买运动衫裤、用品也是器材。也若这个厂商爱先登记，诚侪合作的店家。它应该要是运动用品社以上。如果是某一个文具行，他有在卖那个篮球，那个可能就不太容易了。处长黄启宏指出，装备拄200块是避免民众集中伫单一的大型厂商消费，也200块是小小诱因增加另外消费，有够产生大约2倍，2亿5千万的经济另外增加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连接英国甲法国首都的这个海底崩坑，因为发生在电缆线故障，地区跨国列车欧洲之称是卡伫咧崩坑内底，向停驶。这个跨年的假期，煞是去影响到几千个人。排队坐车煞袂当入去月台，看板顶面继续显示列车取消。伫法国的巴黎北站，也有英国伦敦的圣帕克拉斯站，予旅客客满满。真侪人原底想要伫跨年暝旅行，也是去巴黎迪士尼度假，毋过计划煞拄长变化。We came for my 30th birthday and we were supposed to go back on the Eurostar, but everything's been cancelled. Unless you queued in a really long line to try and get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people on the desk, they weren't making very many announcements or anything. 英法海底崩坑2到半暝，因为崩坑内底高压电缆故障，全线停驶。3早透早，欧洲崩坑往回列车故障，掉伫崩坑内底。这2站故障致使崩坑的双向交通冻点。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暗时着等的来回列车，也有去巴黎迪士尼乐园的车帮拢受到影响。有乘客改坐飞轮机也是办体钱，不过用注文好的饭店，也有飞轮机航班常常客满，好这段旅行的压力变大。I've been traveling normally by plane or by car, and it'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that I've used the trains. And I have an Interrail ticket for senior people, and I was excited to find out how it works. And since I started in Zurich, I just had troubles with the reservations, with overbookings, with cancellations of the train. 崩坑的营运商 GetLink 强调，这个故障只是技术的问题，并不是受到破坏。因表示，3早下晡4点，崩坑下单线通车，暗时恢复双向的运作。公司新闻运量编译。伫咧南美洲的秘鲁上界出名的观光景点，这个马丘比丘是发生重大车祸，有2架火车全咧烧弄，其中一个火车司机是当场死亡，也有另外40多人受伤。
这个严重火车正面烧融意外发生在秘鲁当地时间30下晡，事发了后，大约20台救护车赶往现场，秘鲁已经全线停止营运，事故原因也等待调查。En todo caso está en pleno proceso y ya vamos a disponer que vaya la policía especializada para determinar las circunstancias y los graves responsabilidades que habría ocurrido producto de este choque. 火车烧融所在位伫安第斯山区的考古遗址科里瓦伊拉奇纳。古语意思是风雪的黄金之地。瓦秘鲁上有名的景点印加古城马丘比丘，两地车程大约90分钟。当地媒体报道，一台对马丘比丘发车的火车，甲另外一台相反向对科里瓦伊拉奇纳发车的火车烧融。事故所在偏远，无直接的路会使通到遐。就已经知影讲死者是其中一台火车的司机。因若伤者内底至少20人，伤势严重，内底也有美国籍外国游客，也有200人调在当地等待隔离。 Producto de este choque, saber las nacionalidades de los heridos, en qué clínicas van a estar hospitalizados, saber con certeza sus nombres y cualquier otra situación que amerite. 马丘比丘被列做世界新7大奇景之一，这座15世纪的印加文明的遗迹，因为真侪石头的工艺，在全球真有名。1983年得到联合国世界遗产认证了后，一年大约吸引150万人参访，超过半数以上是外国游客。 尽管会使用行到位，严格大部分拢坐火车，这个选择巴士。2011年起，秘鲁政府实施每天游客总量管制，来保护这座的古城遗址，严格戒毒旅游问题依然存在。国际新闻，郑元庆编译。 再来关心中东的局势，沙烏地阿拉伯是去轰炸也门分离派南方轨道委员会所掌控的港口，理由是讲要来毁掉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送过来的武器。而这也门政府军嘛宣布讲要进入紧急状态，要求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部队来撤离。 也门的内战对2014年爆发较大，上开始是敢若2大阵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和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但是就伫南方轨道委员会 STC 成立了后，就分裂做3卡都的局面。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本地介入的目标，拢是为着要拍退什叶派的青年运动，但落尾佫变作是挺无共派系。沙地支持也门政府军，阿联是支持 STC。 以成立南也门共和国做目标的 STC 武装势力，伫个首都阿丁攻落来了后，这个月伊佫去攻击也门上好野、经济活动上强的南部的区域，掌控哈达拉木特、马哈拉2个省和正重要的石油设施，嘛引起沙烏地对因的警告和空袭。30沙烏地佫以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也門的安全和穩定做理由，去幫阿聯運到穆卡拉港的武器和裝甲車。佫講阿聯的作為已經達到紅線是真危險，無拜都採取必要的行動和措施來應對和消除這個類型的威脅。تثميننا للدور السابق لدولة الإمارات العربية المتحدة وجهودها كعضو شارك في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بقيادة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إلا أن دورها أصبح للأسف موجها ضد أبناء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也門政府軍要求阿聯部隊在24點鐘內要全部撤離，而且宣布進入90天的緊急狀態。STC 是表示講，愛阿聯撤軍是單方面的，無法律的依據，堅持講阿聯是對抗青年運動的主要友伴。這個衝突唔但是表示也門內戰，正複雜的教派勢力的精檢，嘛代表大國在紅海、波斯灣、阿拉伯半島之間的角力，嘛和沙烏地和阿聯這兩個同款是美國聯邦和 OPEC 成員國的破灣國家，這些年來私底下政治和經濟的競爭，正式鋪出來，讓大家看到。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國際閣有啥物要緊代做回來看世界？意大利警方拜三查到一批超過220公斤的炸藥，警方也逮捕3個查甫人，因說講這是為着私人慶祝新年的活動來準備的。這期為着要保護環境甲動物，無舉辦大型的跨年煙火，也德國也因為當年真濟人放煙火著傷，所以也當咧研議，敢要來立法禁止放煙火。巴西理由是佇咧頂屆跨年時陣，海邊啊創下250萬人同齊慶祝的紀錄，當去互金氏世界紀錄來正式認證做全球上大規模的跨年慶典。鏡頭轉來看國內，中國圍台軍演佇咧昨
6点的时阵正式宣布结束，也来根据着咱国防部的统计，一天是侦测到77台中国的军机、17架军舰，也有8架公务船来扰乱。那总统赖清德就表示讲，中国的军演若是对这区域的稳定造成威胁，也去影响到全球的贸易甲和平。战车在地路详细情况是咱向美国买的 M1A2T 战车。因应用军军演，礼拜这平入节战备操演的严重新式装备战略发挥，用军除了补给，也透过影片进行新备战。用军东部战区发布上新影片，原来将台湾地图放在封面，佮指出演练包含远空暗杀等模式，想要搅乱台湾民心。国军也只能只公布 F-16B 监控强机歼16。海军监控强舰等画面来反制，而且一日各查到77架强机、17架强舰、8架公务船交代，显示咱海空联防真守战略。为将官授阶，总统赖清德31主持将官进任典礼，意思是俄罗国军冷静面对，验证平常时训练成果，针对将军对台军演强调，不是单一事件，可影响全球和平。中国对台湾军演并非单一事件。近期从日本周边到南海，再到对台进行侵扰行动，对区域的稳定带来高度不确定风险，也影响全球的航运、贸易与和平。就在强军军演的时阵，沙山也被500联手封杀1.25条国防特别条例。不过，美国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韦克尔回复中央放下无同款的意见，马上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无时间应浪费。好，我们也认同，就说台湾有一些军备的项目，需要大家来检视。那赖清德总统，你来立法院报告1天不就结束了？海马斯啊，或者是这个仿装甲的这种无人机的系统，等等的这些战术系统，这个是有急迫性的，开始展开跟这些在野党的对话。陈冠廷回复那边，爱坐来讨论，不管是国防特别条例，也是总预算当中的国防预算，拢有级别性军购，比如海马式、反增加无人机等，建议应由国防部长或者是军方来布局沟通，和国军应补强战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这届军演的范围是更较逼近咱台湾的领海，而且伫咧前一天才向来通知挑工，就是要看咱敢会赴来反应。专家就分析讲，这中国演练封锁台湾，切断外国的援助，显示讲中国威胁可能会更较升级，而且嘛是咧试探日本的态度。火箭弹连续射出强军练能力对台军演，也调工测出射击外面恐吓台湾。国军将压强军落弹区，散布伫咱国24海里4公里，显示强军应分区域更较瓦近咱国，而且2公告3早都要实弹射击。外界解读强军是调工压缩咱国，有经时间。释放有伫欠明显调头之下，快速完成跨军种协同行动的能力。2022那一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它接近度比较没有那么近。远火的那一个打的那一个点呢，离我们的24海里特别的近所以呢，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就会往上提高。灰色地带袭扰、压缩反应时间以及国际力量的拒止，战略纵深不足，特别是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风险。专家分析，强军军演是其敏感点，除了是伫美国批准总额超过110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了后，也是伫日常高市发表的台湾有代志言论了后，恐惊是针对台日美的3重警告。专家也解读这摆军演是威胁事件，除了突袭公告，强军发射2波27粒火箭弹，落弹都伫24海里线4公里，更较瓦近咱国测试安全。这个呢，都算是落弹落在离台湾最近的时刻，是他们朝我们的海域做射击。那这个海空域是非常临近24海里的，这个是最要命的。专家也观察到，强军讲伫东海峡演练大控要港征兵破袭科目，是强化反介入区域机制，阻止友邦国家援助台湾。也不过这摆防空宣扬流入台湾东北部的空旁，意思咧切持日本台湾有代志的态度。独留东北角那一块，很显然就是让日本政府考虑说，
你要不要介入台湾？一旦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你要不要兑现这个承诺？国际高度关注军演，韩国呼吁两方透过对话。菲律宾是强调，各方爱站在避免相关情势，包括欧盟、英国、法国、德国拢发声，反对两方单方面想要透过武力改变现状。澳洲是谴责中国军演破坏区域稳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这届军演对中国公开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中共的海警是用闽南语对咱的海巡伫咧呛声。有台语的团体就表示讲，这表示中国知影台语对台湾的重要性甲代表性。台语团体是呼吁政府得爱来注重台湾话的主体性，爱来对抗中国的渗透。这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我敢正在依法巡逻管控，唔通妨碍我执法公务，为台独分子卖命，只有死路一条。配合军演，中国海警10月29用闽南语对咱台湾海巡发声。其实中国已经唔是头一届利用闽南语心战，有台语团体指出，这凸显台语甲闽南语在发音和腔口的无同，嘛显示中国早就看出台语对台湾的重要性甲代表性，嘛呼吁咱国政府对发展台语甲国安价值爱愈对重。中国军演会用因迄边福建话来甲咱发声，就代表这个语言唔是干那沟通的工具。佮较是有可能把感情得用的一个较好的假施，互台语佮较强、佮较丰富、佮较西团的时阵，其实某一个程度嘛是会当抵抗中国的统战甲这个影响。有学者以俄乌战争做例，指出乌克兰语和罗西亚语相换，开战以前家庭使用占一半，开战了后有70%改讲乌克兰语，这也显示语言对民族意识、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学者强调，台湾话有咱的主体性，重视母语，愈通抵抗中国的渗透。当然做工做嘛是对遐过来，但是咱行过的历史无共款，发展都会无共款。族群也有认同，都会产生咱对这个语言的尊重。我相信安尼来分你甲我是上紧，而且嘛是上有效的。学者嘛提醒讲，台湾在华语为主的社会，受中国媒体、戏剧等等的影响真深，无意中就会接受中国的观念，要统战嘛愈简单。台语团体认为，台语是台湾上有代表性的语言，呼吁政府爱对各方面来深化探关，莫干那看到台语的文化价值。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来关心今年县市长的选举，民进党是已经提名包含家人要派党主委、中华优单数决，也佫有婚林是要派出劳建国等等，有决定8位候选人要来参选。也国民党是决定讲台南派谢良介，高雄是瓜子温，屏东是苏清泉等等，这几个人要来参选。也各界嘛咧关注讲，这新北南北敢会合作做伙来支持黄国昌，目前是也未确定。新市卫党接2026县市长候选人批竞选的挂大，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宣布第3波提名名单，国人市定调议长董事委、彰化县婚姻官定调立委单数决劳建国参选。我会把这座城市的样子最美的样子找回来，我会让那些不相信基隆有未来的人再相信一次基隆。彰化县正处在一个加速进步的一个阶段，祝愿希望能够获得所有彰化乡亲的一个支持。民进党就已经提名包含宜兰县林国忠、嘉义市王美惠、台中市何欣纯、苗栗县陈品安、甲新北市苏嘉慧。国民党是定调立委谢良介、关志温、苏清泉甲议长吴秀华参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甲台东县，并且协商新竹县遴选。原本以为参选立委林书明退出，蒋家春、现任副县长陈建贤甲立委齐欣颖来竞争。这个决定不是退缩，也不是妥协，不是屈服于任何的压力。而是因为我始终坚信，团结和谐比我个人重要。任何地方只要有2个以上的同党候选人出来竞争的时候，就是协调。真的协调不成的话，才会走向初选。民众党是先锁定宜兰县嘉义市由陈婉慧甲张启凯出马。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到立新北市长的选战。不过，伫国民党即阵也未决定连选的情况下，新北市也无多确定国民党甲民众党是不是合作。不过，新竹市有希望正最头一个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示范区。他们就是有表态是说是适用现任优先的原则，所以在这部分的话也是非常感谢国民党相对于其他的县市的蓝白的协调，我觉得会是全国应该比较没有悬念的区域。不过，拄好近2礼拜，新竹市长高虹安也未恢复民众党籍，也无讲是不是要寻求连任。2026大选布局，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开始起跑，不过依然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接到报案，有人伫咧网络呛声讲要来暗杀总统，检警是已经伫咧高雄抓到一个姓谢的查甫人来上班。也即阵啊，因为受到这台北捷运攻击案的影响，伫咧网络乌白恐吓、乌白呛声的言论是已经掌握上百件，抓到超过20嫌犯。无论是讲要暗杀总统，还是爱台湾人造反，全部拢是共一个小高点社群平台闹的话。屏东县警局接到报案，就随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伫咧确定嫌犯的身份甲大的所在了后，31就随前往高雄抓人。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名保全，今年25岁生者。31日在高雄市查获谢姓犯嫌到案，全案侦讯后，依涉嫌刑法恐吓公众罪嫌，移警屏东地检署侦办。我还是要执行具体啊。等一下，你看要请律师还是叫妈妈过来都可以。另外，画面中的大学生因为网络闹话呛声，讲要放火烧加油站，27去高雄市高山分局移送法办。自从台北发生攻击事件了后，亲像这款伫网络呛声，讲要杀人放火炸机场，甚至伫捷运作乱的代志，敢若高雄都未少惊。31都立法委员质询，要求检警单位要有作为、有效率，当作恐吓信息的传播，提升即时应变的能力。除了在法律跟犯罪还有刑责上的一个处理以外呢，那跨部会我们或许要知道，我们到底哪一些东西是在这里面完全欠缺跟lost 掉的。那目前有收集到了118件，那已经有查缉了23件，还有22个人。对，那我们这每天呢都会做一个这个管制，而且会通报各县市警察局要联合来做一个这个查缉。我们这只会调查警方跟调查局来全力来查缉这些的模仿的这些效应。那因为这个民众会恐慌嘛，所以我们是全力的压制。法务部长强调，由各地检署成立的应变小组是专职单位，只要有危害大众安全的人事物，绝对严查严办。呼吁民众网络黑白放掉，不是无代志，要对家己的言论行为负责任。记者柯明哲、柯家如、柯昭阳综合报道。再来看刑事局有抓到一个诈骗集团，是来结合咧卖人头问号的人、甲代书，也有看狗啊等等，拢总24个人，假造检警来骗讲要甲老大人盗保管资产，说是摕因的金融卡、银行口座去咧申请贷款、领查啊钱等等，拢总即阵已经有9个人受害，全部拢是老大人，损失8千多万。警察，来集合！警察早就已经伫咧现场埋伏，锁定诈骗嫌犯的行踪。等到嫌犯准备出门，随家砸落来。来，先下来一下。车内嫌犯吊车惊，搁袂赴反应，就互警察随要求落车配合调查。这保险库里面有291.666万。这个嫌犯是假检警诈欺集团成员之一。今年1月到6月，警方伫咧台中桃园抓到人头问号商，幕后金主代书以及看狗仔拢总18人，继续追查源头，伫咧9月到10月中间，锁定集团主嫌。伫咧高雄，搁查到6名的共犯。调查发现，诈骗集团先假造检警，骗民众勘涉刑事案件，搁讲要替被害者保管资产。爱受害者交出银行口座，再可提供资料去伪造文件、申请贷款、领查了钱，形成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诈欺集团的诈骗手法涉及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用假检警的名义，第二个部分是用假投资的名义。那全案总共有逮捕了24个犯嫌，清查出9名被害人，财损总共有8000余万元。而且警方也讲，9个受害者拢是时代，拢是把厝客交予诈骗集团提起贷款。警察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因为涉案要交付现金做保管，或者提供提款卡。那如果有接到这类电话，一定就是诈骗。警方提醒检警单位，绝对袂讲要替民众保管口座，接到可疑的电话，爱冷静查证，也爱卡165反诈骗专线通报。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高雄有民众伫咧网络买石具，也就是塔裤的卡，发现讲这包装顶悬有打2张票啊，其中1张这顶悬因的这保存期限是已经过10个月啊。民众就来怀疑这业者是偷改票丝，也毋过业者是强调因无改，啊，这个卫生局嘛已经起来稽查。
高雄市卫生局人员早起来到海产直播平台业者的仓库进行稽查，因为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家己二三伫平台落订单，买这款会当生食的日本石骨卡，25去领过转来就摕去冰，等到27摕出来要食，所发现顶原来旧2张票啊，旧的迄张的保存期限已经过期10个月，民众质疑是毋是有改票的问题，看到卫生局来稽查，业者也提出 FDA 认证讲，保存期限是到115年的7月，无过期的问题。那一间厂商所提供给我们这一批章鱼脚的 FDA， 那确实有效期限也跟刚刚你看到的一模一样，对不对？一模一样，所以那个标签也不是我们篡改的，并不是我们篡改，所以那一张标签全部都是厂商那边依 FDA 下去做的。业者强调，票仔是供应商出货就打好的，门市会加打一张中文的票仔，不过保存期限都是照供应商迄张规准。不过有民众听到这个消息讲，那假是有改票仔的代志，确实会影响到伊的消费意愿。感觉不好啊，无信用啊。安尼你敢拿过来买？安尼我未来买。现场库存4只章鱼脚，无重复贴标情形，业者亦提供该产品进口报单。效期为115年7月7日。卫生局调查，业者是113年进口100公斤的货，拢总抽查5间门市，敢若2间有石骨卡，不过无发现有中文票啊打相缘的代志。供应商的部分敢若有日文的票啊，另外当事人有甲商品提供给卫生局，后续会按照食安的相关规定甲权责来做进一步的厘清。记者郭家祖、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来看台南仁德发生一桩车祸，是路边一只龙洞猫啊，又向走去路面，害一个骑奥多摆的人闪袂赴，全个累残。伫当地是不时拢有这龙洞猫狗咧乌白爬走，你怎样呼吁大家莫搁甲因饲物件食？对港市区外面会当看到，当时汽机车拢正常咧行，路况袂歹，无意外有一只乌鸟向对路边撞出来，骑红色机车的人闪袂离，规个人连车摔飞出去，实在有影危险。这场车祸就发生伫咧29下晡，台南市仁德区文贤路一段，这位骑机车的人当场摔甲真正力。当时有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翕到规个过程，真侪里面知影是流浪猫冲出来造成的，拢真怨叹。即马就呼吁看会当这卖饲只流浪的。狗啦、猫啊啦，真卖饲啊！安尼啊，对种种都有危险性。确实是有啦，确实是有。只是说，如果你没管好的话，那是会危险。随后，里长甲画面分享去社区群组，随引起真侪里面来闹话，拜托莫去饲流浪猫啊。但里长讲，因为你来捌有上百只无人咧饲的狗仔甲猫仔，后来设立流浪狗优先占地区，数量已经减真侪。伊嘛一直甲民众宣导莫去饲，毋过实在去现场看，有人会当看到有人甲剩的饭菜放伫涂骹。希望说，我们应该可以的话，铺设这样的暂置中心，把每一个角落的地方的游荡动物处理好，可以的话就是大家避免去弃养。但现行法规上，单纯喂养行为仅能在造成环境脏乱时，依废弃物清理法处理。动保处呼吁，勿在路口或车流密集区喂养，请改以通报与管理方式协助动物，兼顾安全与福利。根据统计，113年全国流浪狗的数量有14万只，平111年减1万多，是对107年开始调查以来，头家数量下降，有寡效果出来。那台南市即阵有设3个流浪狗收容中心，甲2大猫仔的收容所。在地里长强调，虽然即摆流浪动物的数量无较早遮尔济，不过无人希望看到因伫外口世界中造成车祸，呼吁民众用收养带转去饲上介好。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中华总有上百位村民甲环保团体是来抗击风电，讲其中一个风机离因的砖头干那350公尺尔，上过近，恐惊在未来噪音是会去影响到因的生活，要求爱停工。因为这业者是表示讲，因施工拢总合法。民众大声发出不满，要求厂商就要马上停工。这是因为中品风力发电公司当伫咧中华大城乡大西段179加180地号进行风力发电机的施工，但是当地居民指出，施工地点离生活中心无到500公尺，而且附近拢是农田、冒秧条。居民烦恼风机一踩落去，噪音干扰，毋但影响生活，嘛可能会影响收成。就伫迄边尔，无到200公尺。
叫，伊若做以后，伊若大家拢会会叫，迄听讲伊有迄低频噪音嘛，伊若低频噪音落以后，我永远暗时若袂困，你是嘛叫查干嘛袂困？伫咧转去哦，安尼地色啊，头壳拢会倒红呢，向一个影带一个安尼呢。大城乡反风纪自救会甲在地民众环保团体等等560个人徛出来抗议。因指出，2023年中品风力发电公司开说明会，答应袂伫生活中心附近采风机。即阵厂商却无照片照行，施工进程嘛无任何通知，质疑厂商违法动工。离阮砖头超过头近去啊啦！哦，你当时也毋免反评，也毋免啥，你敢若讲决定要做，政府安尼敢袂伤过留下面？迄阵办说明会在地拢反对，是安怎？尾啊，拢风车会当拆，是毋是业者有伪造文书这问题？阮嘛有录影嘛，这可能要去厘清啊。面对施工的争议，经济部能源使用文字回应，表示伫今年4月初9有核发业者许可证，而且业者加强参地方的沟通。业者是讲施工一切合法。也若环保团体指出，这个开发案参地方民意差伤远，已经向相关机关检举，要厘清业者是毋是有不法的行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咱的镜头搁再来看到花莲马太安溪的崩山湖，即马这专业团队派机具是已经爬起去哩到位，准备要来甲这土石挖好较激烈。另外，讲河乡灾区有5个人失踪，一直拢找无。县府是强调，只要家属无放弃，因就会继续找。工程团队的重机具伫个马太湾溪内底驶，沿路关机落差正大，今年靠怪手伫头前开路，其他机具是伫后面对咧驶。结果佫发生山壁崩塌，机具拢呆掉咧。人员都安全，但是机具却有损失了几辆啦，大概3辆挖土机跟1辆那个搬运车。一个礼拜的整备之后大概现在有14个人，挖土机有5辆，然后搬运车1辆到2辆22月26号、27号上去，那终于到达坝顶。这阵把握解过，也靠帮助的专业团队无视了溪，爱随时注意周边的安全。过程中常常拄到山壁崩塌，或者是车受困。28天假装升到坝顶，马上就开始挖。那在坝顶已经建立一个安全的作业平台，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在那边溢流口能够降洼，让那个原本现在还有18到30万吨的水量的堰塞湖能够回归原来的河道。另外，光复大队到即马还有5个失踪者无找到，官府表示已经部分家属选择暂停开火，或者是家己请人来处理。另外，真济搜救单位已经归建，现场交由消防局、光复分队继续进行。本局持续配合家属，针对日前搜救期间所获的相关基证及车辆附近，会同家属进行现场开挖。搜救区域集中于佛祖街以东至光复溪河堤以西。我们县府也是持续的进驻，那明年也是编列灾害准备金，所有大型机具还是持续进驻，持续的搜救，不放弃任何的希望。官府强调，目前是用在海准备金，用海口启用方式调度怪手顶。那家属有需要特别放弃搜救行动，不过也尊重家属的决定，佮继续关怀。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温州街有一片呆呆宿舍是对日本时代留落来，有民间团体就指出，呆呆10冬来是已经听到12栋旧厝啊，批评呆呆伫咧破坏文字建筑，而且民間團體也提出5大訴求，要求財政部要來檢討呆呆校外這國有地管理情形。抗議台大霸凌文化資產，守護台灣文化起家厝。民間團體大聲發出不滿，因為呆呆在離時甲溫州街52項的單機錄舊厝聽到，單機錄在生時做過呆呆教授，嘛是直接完成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制定，會使講是推動文字保存的起家厝，即馬說互呆呆聽到。民團表示，呆呆10年來在附近已經貼12棟老厝了，有居民看到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互聽到，嘛表示失望。監察院報告都指出來了哈，他10年他只有這個。關於這個文資的這樣的一個委員會呢，10年只開了5次會議，哈，那這是到去年為止，我們很質疑這2次的故居的這個拆除呢，是否有經過這樣的一個他的委員會的審議。1號跟3號的地方變成停車場，那同時我有發現到台大其實不止在這個地方開始蓋宿舍，台大其實在做一個最不好的示範，最壞的示範，
告诉台湾人说，其实不用有这一些历史建筑来成为记忆的一部分。台北市文化局在8月时有针对单基的旧厝召开文资会，最后认定这无文资价值交由代代处理。兵团批评代代用无钱管理来下体拆厝，以7成公有地配合3成的私有地来途径，互公有地私有化。因要求政府监督全面检讨代代身为国有土地管理者的实质。自地自建，依照围绕条例，它就可以进行都更。可是为什么他不要？他用700多平方公尺的土地，要扩张到1500平方公尺的土地加进来。只要临街的私有地，就可以让私有开发者予取予求，任凭他宰割。台大在这里面没有捍卫他们自己主要资产的一种责任跟权利。民间团体要求代代甲有文化资产价值的单基旧厝起回来，嘛提出5大诉求，要求财政部检讨代代校外国有地管理的情形，嘛呼吁全面来监督代代百货基金用途。因当家了解文化资产的文书价值，莫互台湾经济商业利益主导社会发展。代代表示，单基旧厝因为内政能力无达到标准，才来拆掉。未来会整理伊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放到代代人类学的博物馆展藏。记者刘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镜头我来看，纽西兰的奥克兰是全球头一个庆祝新年的大城市。伫咧日本、南韩嘛拢来举行龙井旗号的仪式。因来香港即间是促销放烟火，改做办演唱会甲灯光秀。纽西兰上大的城市奥克兰大圣迎接2026年，代表天空塔倒大算烟火甲海港照甲光光，真做是全球头一座庆祝新年的主要城市。刷落就是澳洲的悉尼，放烟火进前，全场为绑带海沙堡恐怖攻击默哀1分钟，民众摕手机拍开手电啊，宁静的时刻，希望暴力会当消失去。刷落4万栋的烟火，沿7公里咧放，有名的代表港湾大桥甲悉尼歌剧院，连暗暝当中照甲光亮亮。日本上野得大是看年暝龙井108个，代表消除人间108项烦恼，迎接新的一年。伫韩国首尔普信阁东京卡33个，互人认定奥运会当刷去，迎接新年的和平欢迎。香港的跨年因为大埔风火湾大火决定取消，英国 Victoria 港的烟火改做是伫中环举办演唱会甲灯光秀。8座代表建筑外墙变作是大型的倒大算时钟，美式的灯光秀演出3分钟。北京故宫馆万里长城出现万只马咧走的图形，一个跨年活动结合传统经过齐名甲现代灯光秀，参大城市的影乐大奖同步迎新。杜拜民众真早就来到世界上悬的建筑哈利法塔周围享受烟火秀，也搁有杜拜购物中心世界上大音乐喷泉表演，加玻璃风格灯光秀，而且全城48辆烟火同步咧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伫咧英格兰西部有一间细间饭店，当开幕一档就互人选做英格兰上赞的饭店。因伫咧门口有放一卡箱啊，互人落钱伫咧卖因的鸡卵甲饭。这亲切的态度，也搁有特别的经营方式，是互因愈来愈受欢迎。当英格兰上赞的饭店宣布的时，苏丹尼家族拢欢喜甲画出来。苏丹尼家族饭店原本只是单，规家伙仔无人有专业的烘焙经验。不过经过一档的时间，伊毋但有家己的店面啊，生意是强滚，无眠无日咧行，以满足人客的需求。Usually about 4 in the morning, I'll start doing pork pies, that sort of thing. Then at 4:30, my mum and my sister come in. They start doing their cakes, brownies. Some of our best sellers would be sausage rolls, that's a big seller. Pork pies now, we've only just introduced them. 苏丹尼家族讲，原本因只是因为家己有饲鸡，食袂了的鸡卵，就放伫卵箱内底，互厝边的用伫家己落钱买。伫2当前，因想讲厝邻做来家己食的芳，嘛会当做伙卖。豆豆啊，来交关的厝边愈来愈侪，就安尼撑起来。Well deserved. I mean, the food's excellent here. I'm getting a pork back today, and hopefully an almond croissant. So yeah, well done. It's got all the old favourites, and they look really beautiful, very tempting, don't they?
虽然已经摕到上悬的影险，苏丹尼家族也是希望会当维持甲英国同款简单的生活，所摆因甲成绩发袂想保留落来，互拜六礼拜人客嘛通好买。伫短短的时间内称甲遮尔红，苏丹尼家族的大家长认为，伊毋是简单胖好食尔尔。The girls at the bakery, they have very, very good customer service. They keep the customers very happy because they're just so jolly, which is lovely. 公司心乐培变热。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到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4度至17度，中部地区14度至22度，南部地区15度至26度。东部地区15度至24度，还有外岛地区10度至19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